来继续来看这个财政收支划分法三读通过，中央政府爱来释出到3753亿予地方政府，安尼一来，中央政府的钱就减少了。经济部就来盘点因受影响的程度，讲恐惊会减将近300亿。经济部长郭志辉认为冲击真大，会影响到台湾甲国际科技大厂合作的计划，甚至会来危害到台湾的国际信用。AI 教父吴玲芬、半导体女王苏姿丰等量级的 CEO， 今年小林雪来台湾，普遍看得出台湾伫咧科技界重要地位。不过经济部长郭志辉示警，财委会三读通过，可能和国内外合作会变宽。我们跟这些外商的这个技术合作的这个约定都是长约，临时的改变我想对他们来讲。他们应该会感觉到蛮 shock， 观感上面、实际上面都有非常大的影响。郭志辉讲到，包含辉达、超微、美光等等国际大厂，伫咧台湾拢说研发中心合作，若是受到影响，除了拖累厂商投资的进度，就和国际名声卖臭臭起。我跟这个欧盟几个国家在谈。他们也就是说，台湾是一个这个信赖程度很高的国家，没有经过大家彼此的协商，贸然的这个改变，这个会产生一些大家的这个误解。因为财委会牵动中央电影预算，中央爱拨3753亿予地方，经济部预算会三度减少为300亿，烦恼主管救税发展的动能卖受到限制。297点多，我们大概算过了，计划大概减了116亿，好像说你今天开一部车本来是靠右边行走。突然间要你改成靠左边行走，你会非常的困难。Taiwan is the home of our treasured partners. 钱不是万能，无钱万万不能。经济部发声预算减少，名声信用可能受到影响，外商嘛可能未见投资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